皇後，那個元兒說她聽得清清楚楚，是開明獸。《山海經》《海內西經》。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，地之下都。昆侖之墟方800里，高10000仞，上有木河，長5旬，大5圍，而有9井，以玉為坎，面有9門，門有開明獸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王後，這下好了，咱們也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了。我們是因為他知道了，所以我們才知道。可明日該是咱們掌管和氏璧，這正是咱們的好機會。去告訴我們請來的那些人，讓他們用開明獸做引子，好好动动心思。明日若能解開機關，有重賞。是。木心，把国语正语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这書裡有記載，說大鵬國曾被殷商討伐滅國，但據我所知，彭人子孫並沒有罷休，他們就此往南遷移建國，後來還參與了周武王伐商，可最後還是被我們楚國滅掉了。寡人還知這彭國是你們楚國最早滅掉的小國之一。大王，寡人聽說你為了這和氏璧已經廢寢忘食，但是這個被你們楚國滅掉的彭國，跟這匣子有什麼關係？臣妾查出了，這匣子上的神獸是開明獸，在蜀地傳說中，開明獸本是為禍彭國的怪獸，後來被鳖靈降服，並為建國立功。鳖靈有感其功，遂在建國後自稱為開明氏。但也有種說法，說開明氏乃是古蜀國賢王，死後上天，才化作了開明獸。臣妾就是想從這些說法中尋些蛛絲馬跡。前朝重臣為了準備與吳國交兵，忙得不可開交。你們這邊為了和氏璧，鬥得難解難分。寡人讓你們打開這匣子的機關，只是為了讓這塊玉有個着落，省得你們左右為難，也讓王后與長子不再計較。誰料有人卻因此走火入魔。大王，人家累得眼冒金星，你卻拿人家打趣。芈月是個好勝女子，若這匣子的機關被王后那邊先打開，你會怎麼樣？臣妾雖沒有破解機關，卻讀了許多好書，知道了許多有趣的典故，那也是好事啊。若是王后也像你這樣想就好了。哎，你再試試啊！這些日子試了很多種方法，不行吧？你看你這個方法不行啊！这覺得還是假的。你再想想。哎，王后，你們琢磨這些日子，能破解這個機關了嗎？王後，破解這匣子機關的法子，無非就3種。第一種是抽根法。什麼是抽根法？
抽根法就是造匣子的人預先在匣子当中留出一根沒有榫卯的木條，只要找到這根木條，把它抽出來，整個匣子就可以完全被拆開。第二種是錯開法，就是所有木塊木條安裝上去都是有軸的，只要找對了方向，沿着軸平行錯動，就可以從中抽取一根，其他的将迎刃而解。第三種呢？第三种就是旋轉法，就是旋轉某塊木條或木塊，把它們一根根的拆下來。既然你們都已經找到了方法，那趕快呀！我們試了全部的方法，无一奏效。怎麼會？王后，我們甚至還把這些解法對應八門九星、陰陽五行、三七六儀、各種牌局、方位都試過了，依舊勞而無功啊！你們到底想告訴我什麼？王后恕罪！我們以為這匣子的機關，除了做此匣子的人，世上恐怕再無他人能解。一幫廢物！王后恕罪！怎么来晚了？私下耳目太多，不得不当心。眼下可就全都指望你了，你一定要给我盯住了，千萬不能讓芈月那邊先得手。你說事情完了，讓我到王后身邊伺候，那是自然。那還有我家裡，放心吧，王后給楚王去了信，讓他好生照顧你的兄弟和母親。謝謝王後，請她放心，我元兒哪怕拼了性命，也為王后保住這塊玉。好，退下吧。这開明獸怎麼不管用啊？如果不是開明獸，難道還有另外一個長着9個腦袋的老虎？或許這開明獸並不是直指破解匣子的機關，或許它只是個引子，用意是要我們留意《山海經》。引子？香兒，你再去把《山海經》的海外經全都給我搬來。